使小錢啊，辦大事，原來係咁樣嘅。500蚊嘅首期，月供2000蚊就可以攞低坦洲嘅呢個108平方嘅豪中4房嘅橫廳單位啊，而且做到一個南北通嘅設計啊，非常之舒服。你屋企每一年嘅電費又可以慳翻唔少啊！一齊嚟睇下。而且咧呢個交付標準啊，都係算唔錯嘅。門口咧10號門啦，唔係俾自動門把鎖啊，到頂嘅呢個儲物櫃都係交付標準。入門口就係第一間房間，可以作為你嘅客房啊，成個 LDKG 一體化嘅感覺，你再次感受一下橫廳嘅設計，呢個空間感真係特別好啊！廚房咧都係所見即所得嘅 U 型嘅廚房，睇到嘅呢啲都係交付標準。第二個咧就係你屋企嘅公共洗手間啦，公共三段式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第二間房間可以作為你嘅書房或者茶室，第三間房間可以作為你嘅兒童房。主人房我就特別中意啦，除咗帶過一個女主人絕對抗拒唔到嘅衣帽間之外咧，仲有套廁啊，擺低張米8嘅床，依然可以做到3邊落地嘅床位啊！再次睇下呢個感覺，而且呢個露台咧特別長嘅，可以作為你嘅生活露台，量非常之多嘅衫都係足夠嘅。500蚊嘅首期，月供2000蚊，即可以攞低坦洲嘅呢個108平方豪中4房，非常適合啲供需一族啊，啱啱結婚嘅新婚夫妻啊，對呢個108平方嘅豪中4房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評論區鋪3條路。我係小丫，Follow me 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